今日咧就請咗潘東海上線同我哋傾下美國嘅政治啊。Gordon 你好啊。Sarah 你好，大家好。今日就好似好多個話題喎，逐個嚟講啊。係啦，首先咧都係就嚟250週年嘅 New York 7月4號都有好多慶祝活動，當然焦點都係 DC 嘅。今次咧 DC 簡直就係非常之緊張㗎啦。咁啊，你睇到就會係史上最大嘅煙火啊！好多人就去 DC 嗰度見證呢一個New York 250週年。連我住嗰啲小攤咧，都已經好多美國國旗㗎，美國人嘅愛國心又開始重現㗎啦。但係阿 Trump 咧就好即係好警惕，就話而家共產主義係美國最大嘅威脅嘅喎。即係你要點睇咧？係咪而家喺呢個選舉嗰度都發現咗即係嗰個共產主義嘅身影？我覺得咧呢個咧唔係危言聳聽嘅。咁啊有好多人咧就喺嗰個名字裏邊做文章。咁啊點樣做文章咧？我逐樣嚟講，即係話佢話我哋呢個係民主社會主義，唔係社會民主主義。但係我話俾大家聽咧，其實你點樣去排列呢兩個字咧係唔重要嘅，因為咧社會民主主義又唔係好似啲人講到咁恐怖嘅喎。因為喺呢個冷戰時期咧，就德國係分開東西噶嘛。咁啊西德咧就係嗰個 SPD 啊，社會民主黨咧係從即係點講咧？佢係曾經長期執政嘅，好似知名嘅總理斯密特啦，或者呢個布蘭特啦，佢哋都係社會民主黨嘅喎。咁佢嗰個又叫做社會民主黨喎。咁所以個名稱啦唔係最關鍵。但係如果你話社會民主黨真係冇事，我話俾大家聽，好嚴重嘅。因為其實真正嘅共產黨根正苗紅，係咪啊？殺人無數，而且係開創整個共產王朝，係邊個咧？毛澤東都話以俄為師啊！毛澤東最尊敬嗰個係邊個啊？唔係斯大林，係呢個共產主義嘅導師列寧啊嘛。即係佢尊敬斯大林，但係斯大林嘅真正嘅教主啊，即係斯大林嘅老細啊嘅師傅啊，就係列寧啊嘛。列寧咧，大家知道佢喺1917年嘅10月革命，咁啊就係即係推翻咗當時嘅臨時政府，就成立一個新嘅國家叫蘇聯，咁啊推行呢個世界共產主義嘅革命，呢個就組織咗一個我哋叫做第三國際嘅國際共產主義。咁大家知唔知道列寧最初佢嘅政黨叫咩名咧？就係社會民主工人黨。即係其實個名本身又有社會主義又有民主主義，夾埋一齊咧係可以係劇毒嚟嘅。咁但係點解後來佢又唔係叫做社會民主黨咧？就係因為喺1905年咧，咁佢有個內部嘅權力鬥爭，咁咧就趕走咗一啲，即係分裂咗。咁啊分裂咗咧，成為兩個陣營，一個叫孟澤維克，一個叫布爾什維克。咁但係兩個都係又有社會主義招牌，又有民主招牌噶嘛。大家唔好以為個名裏邊有民主就真係有民主先得噶，係咪？我哋睇翻個名啦，大家知唔知道赤柬啊殺咗自己1半人口嘅波爾布特，佢嗰個國家叫咩名啊？叫民主柬埔寨啊嘛。你知唔知東德以前嘅正式嘅名係叫咩啊？就係民主共和國啊嘛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啊嘛。即係個名有民主，其實佢就冇民主噶。